希望他创造一门法门，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修行的。那今天我们讲回来到一件事情，这个浅显，不讲或许有看到有些浅显他是有举手的，还有些浅显他是没有举手的。他觉得说这一生好像没有那么幸福，好像没有那么福气。或许可以理解，因为或许觉得很苦，真的很苦。因为后学今天学习一口上，然后学习抖啦，哇，好难度，真的很难度。学生有个的学生，像后学有遇到一个学生，他是新加坡的，然后他来到，他直接来到台湾，然后他有去过成大学，但是他学分不够。外籍生有些好处的是，我们正雄上大学1/2的淡掉了，进雄的学生比台湾学生写2/2的淡掉，而且以前3/1卖很多一个 X 看，他就是1/3被淡，2被淡。那一个是辗转来到昆山科技大学，伊毛讲着伊来家的过程中，伊感觉很辛苦很累。甚至伊来到第一天来到昆山老师旁边时，伊知我是管道，伊个后续就无来啊。我有配合伊讲，啥物伊后来就会来，然后讲因曾经他去过青海，那个海滩跳的水，然后头发朝一丢的，他就对道没有信心了，他就不喜欢道了，他就不喜欢那个一贯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被骗了。那被骗，我们要怎么度他们？很难度，因为他开始他会觉得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有目的的。再来还有一些学生，他们来到我们博士堂，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这边没有，所以就没办法度。但是为什么有些学长姐或许到现在还没度到的，真的还没度到的，但是有些学长姐度得到。他们度到的原因是什么？情感的交流。情感。这份情感在干嘛？在体会这个学生他受的，了解他的苦吧。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苦，他不会跟我们来。后学到最近才发现，因为我们家离昆山我是懂嘛，离昆山我是懂，因为走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。那后学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我到最前阵子才发现，我好像都在我上的学生啦，但是我没有去进入这个学校里面。设身处地的认识学生，他们为什么会在学校里面？他们为什么会喜欢？为什么会在学校怎么生活？有时阵会出来去外口食物件，他们会嫌贵。然后最近我去他们学餐室，我真的挺秀个头哦。他们的一份那个便当盒的那个炒饭，大概算60块，就秀美，那个是广告。然后吃完之后发现还不错，是素食的，都是我们有一个学生在打工素食的。那后学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在学校生活，他们在这边这个地方生活，他们为什么会不想要出去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便宜。他们来这边就要花费，所以公安一了解众生的苦，他们才会跟着我们走。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苦嘛。那苦的时候，我们来的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化解那个苦？我们求道第一天就修持三宝，叫做修持三宝。其实我一贯道有一个很棒的，我之前很棒的定课，这是国海法师讲定课。定课就是每天都要做的，定课是什么？我们每天都有早晚现象，我们都有早晚现象的时候再讲。